喺世界盃嘅氣氛下，點解賭波咁吸引呢？世界盃唔單止係足球盛事，更係投注熱點。今日我哋從3個角度分析吸引力，提醒大家小心由小玩變大癮。第一，熱門賽事容易令人覺得唔買就走寶，忽略博彩公司設定嘅有利讓球，就算贏咗場波都輸咗個盤。第二，情感連結，買波就等於支持自己心儀嘅球隊或者球員。第三，低門檻，投注額較賭場低，可以輕鬆從網上投注。呢3個吸引力好容易令你由小玩變停唔到，咁點知自己係咪已經成癮？試下從生活中觀察以下信號，特別針對世界盃投注嘅習慣。時間金錢失控，原本1星期買1次波，依家每日睇賠率，動用生活費。情緒波動大，贏嗨1日，輸就唔開心幾日。唔買波覺得空虛，瞓前不斷諗下場點買。辯解隱瞞，屋企人問錢去咗邊，話投資足球。朋友勸停，你講我控制到，但內心知停唔到。世界盃後延續，賽員追其他聯賽，生活圍住投注，影響工作學業。生理反應，比賽前心跳加速，手震，等比分似彩票，輸咗即諗下場，形成循環。如果你有呢啲信號出現，就要警惕，成癮唔係意志弱，所以及早意識到問題就要即刻行動。以下係幾個實用嘅減害策略，由淺入深。方法1，硬性限額，為自己貼定投注上限，輸晒停，切勿追注。方法2，絕唔借錢賭，借錢只放大損失同負擔，只用閒錢保持清醒。方法3，斷絕誘惑源頭，取消關注波屏、貼士群組，刪 Apps 或註銷投注賬號，減低觸發因素。方法4，健康替代，贏錢快感用踢實戰波或者運動取代，從健康嘅方式獲取多巴胺。方法5，建立支援，檢視自己嘅賭博狀況，控制唔到即揾戒賭中心熱線傾訴。記住，冇人係天生癮者，如果大家都願意多啲了解，知道佢哋面對咩障礙，就更能走進佢哋嘅世界，成為戒賭路上嘅助力。